们一开始来看苏拉风台才打离开，又有海葵风台继续接近台湾。今仔早起嘛已经增强做中度的风台。气象局表示讲，风台位伫台湾的东南东方海面上，继续往台湾的东方海面移动哦。上紧暗头仔得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海葵有机会乘做4天来头一个登陆台湾的风台，嘛有可能会伫宜兰的花莲附近登陆。拜六到后礼拜一路对台湾的影响上大。台北市一早起天气真好，渡过苏拉风台了后，总算是迎来好天气。不过，阁有第11号风台海葵，在咧台湾东边800多公里的海面上，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，有可能登陆台湾。估计拜六暗就会开始影响北部、宜兰、花莲地区，但是风台的路线目前也是歹按算。以目前的预报路径来看，登陆宜兰、花莲机会是比较高的，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整个台风的路径还有再往南修的可能，因此可能台东也有机会。那当然，我们不排除高压角强一点的话，它的路径会再偏西一点；高压角比较弱一点，当然就会在北边一点。气象局估计，今仔日暗时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接落来也可能伫拜六早时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就是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，会主要以北部、宜兰跟花莲的地区可能雨势是比较大。我们目前不排除是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发生。那在台风3号通过进入台湾海峡之后，中南部这边降雨也会起来。所以在中南部也是要慎防豪雨的危险。气象局表示，目前影响风台路线的因素也有真多，提醒民众要注意上新的风台消息，做好风台准备。新北市暗时7点开始，高滩地停车场袂使搁入去停车。台北市下晡4点开始，水门外的停车场也分阶段执行。另外，副市长李树川表示，新北市家人、桃园会做阵讨论，暗时10点进前决定明仔载敢要放风台假。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。